来看公司台记台伫3月初3要推出头一出的是台剧《盐水大饭店》哦，这是改编自台湾农民运动先辈戴正尧甲一群好朋友创立的街头青年合作社，因为民主为农民拍拼的故事。这个盐水哦，毋是地号名，是形容讲迄个年代，这个人去家内底拢是食饭搅盐。这毋是什么人会有当去的呢？迄款所在你嘛敢去哦？是有便当通食无啦？这是公司台记台第一出时代剧《盐水大饭店》，剧本改编自台湾农民运动先辈戴正尧少年时代和一群好朋友创立街仔头青年合作社的故事，由张耀仁、蔡昌宪、黄德勇3个人主演。这出戏伫拜五开着映会，演员表示为着要甲台记的台词讲互自然，因下真济苦工去练习甲调整。咱会坐伫咧一个会议室内底，甲即个剧本一场一场，拢甲伊读。嘿。一场戏开始调整，因为一寡剧本其实你理写出来，甲你真正要甲台语讲学足生活化，其实有淡薄困难。盐水大饭店改编戴正尧在生的时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为农民争取权益的故事。这出电视剧是田文东和林静茹导演共同执导，因希望会当甲戴正尧为着民主自由向维权政府抗争的精神传达给观众。看真侪国家拢发生真侪对反民主化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片上重要，嘛是上大的目标，就是就是伫讲民主力量对独裁迄种抗争、迄种对抗吼是非常重要，千万唔通袂记哩。导演田文东表示，民主侵华过程有当时进2步会退1步，这拢着靠一代一代的人去拍拼。盐水大饭店这出电视剧会伫咧3月初3公司台记台播出，希望会当互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卢尚珠、曾俊佑台北报道。